醫理說關於我哋，醫理直說醫療健康大小事。我哋睇見前線醫護人員不眠不休照顧病人，醫護人手似乎永遠唔夠。我哋睇見病人瞓喺走廊嘅病床上等候醫治，病房水泄唔通。我哋睇見絕望嘅癌症病人，藥費太貴令佢哋有藥冇錢醫。我哋睇見面對人口老化，香港嘅基層醫療系統面臨嚴峻挑戰。喺水深火熱之中，我哋仍然睇到好多有心有識之士，仍然滿腔熱血，堅守崗位，盡心盡力守護市民健康。醫理說取醫理說嘅諧音，象徵我哋訪問醫護人員時嘅情景。醫理說嘅理，代表住理性討論，亦都代表住我哋嘅理想。而我哋嘅理想就係希望藉住建構呢個網上平台，為香港醫療出一分力，聆聽同埋反映醫護人員嘅聲音。醫理直說醫療健康大小事，旨在引發社會討論，推動改善香港醫療質素。議題專訪，我哋走訪醫院、診所、立法會、非牟利組織等機構，訪問醫生、護士、藥劑師以及其他醫療界人士，深入探討醫療人手、癌症策略、醫療開支、各類醫療健康議題。醫者日常，我哋往往對醫生心懷敬畏，彷彿醫生係醫神。其實醫生都係人，除低白袍。我哋細睇醫護人員喺日常生活中嘅另一面，除咗醫生，我哋亦都會訪問護士、藥劑師同埋其他嘅醫護人員。醫護博客，專屬嘅醫護人員，從事醫療行業人士嘅博客，原汁原味，以事論事，為自己發聲，為香港醫療發聲。你說關於我哋，醫理直說醫療健康大小事。我哋睇見前線醫護人員不眠不休照顧病人，醫護人手似乎永遠唔夠。我哋睇見病人瞓喺走廊嘅病床上等候醫治，病房水泄唔通。我哋睇見絕望嘅癌症病人，藥費太貴令佢哋有藥冇錢醫。我哋睇見面對人口老化，香港嘅基層醫療系統面臨嚴峻挑戰。喺水深火熱之中，我哋仍然睇到好多有心有識之士，仍然滿腔熱血，堅守崗位，盡心盡力守護市民健康。醫理說取醫理說嘅諧音，象徵我哋訪問醫護人員時嘅情景。醫理說嘅理，代表住理性討論，亦都代表住我哋嘅理想。而我哋嘅理想就係希望藉住建構呢個網上平台，為香港醫療出一分力，聆聽同埋反映醫護人員嘅聲音。醫理直說醫療健康大小事，旨在引發社會討論，推動改善香港醫療質素。探討醫療人手、癌症策略、醫療開支、各類醫療健康議題。醫者日常，我哋往往對醫生心懷敬畏，彷彿醫生係醫神。其實醫生都係人，除低白袍。我哋細睇醫護人員喺日常生活中嘅另一面，除咗醫生，我哋亦都會訪問護士、藥劑師同埋其他嘅醫護人員。醫護博客，專屬嘅醫護人員，從事醫療行業人士嘅博客，原汁原味，以事論事，
為自己發聲，為香港醫療發聲。